大家好，歡迎你哋今日同我一齊做呢個10分鐘嘅人鰭盤骨穩定練習。如果你哋覺得最近下腰容易攰，呢一套動作會好適合你哋做。我哋開始之前，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然之後輕輕合埋我哋嘅眼睛，一隻手放喺心口，一隻手放喺肚，慢慢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身體。呼氣，輕輕咁放鬆膊頭，沉返落去地下方向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肚皮微微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感受身體慢慢咁沉落去地下。你而家唔需要做任何角色，唔需要再照顧任何人，只需要同自己、同肚入面嘅 BB 安靜咁連結。畀自己一份穩定感，一份安全感，相信自己嘅身體，相信肚入面嘅 BB。然之後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放鬆雙手，再慢慢瞓低。雙腳踩地，膝頭彎曲。你可以將對手放喺下腰自然拱起嗰個位置，即係瞓低嘅時候，你嘅手呢係可以攝入去嘅空間。吸氣，保持呢一個弧度；呼氣，慢慢將個下腰壓向地面。當你呼氣嘅時候呢，你可以感受到個腰呢係壓落去你個手嘅位置嘅。你可以感受你將個空間輕輕咁樣壓平，感受恥骨微微咁向上提，盤骨好似輕輕向自己方向捲入嚟咁樣。吸氣放鬆，呼氣沉個腰落地面方向，唔需要太用力嘅，只需要有意識就可以啦。再次吸氣。呼氣放鬆，雙手可以放返喺身體嘅兩邊，雙腳可以行近個盤骨少少，直至手指可以掂到腳踭嘅距離。腳踭踩實地下，呼氣慢慢推起個盤骨，我哋進入橋式 Bridge Pose， 保持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再慢慢落返嚟，休息一個深呼吸。然之後，我哋再慢慢呼氣上。記住呢一個動作最主要係要穩定盤骨，而唔係要拱高嗰個下腰。慢慢落返嚟，我哋再休息一個呼吸。呼氣再上。呢個動作呢係可以幫助訓練我哋嘅臀大肌。然後再吸氣落。我哋再休息多一個呼吸，然之後我哋再呼氣上，感受大腿後側呢係有用力嘅。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落返嚟，再休息多一個呼吸，呼氣上，收緊臀部去支撐我哋嘅下腰，然後慢慢再落返嚟。吸氣，呼氣，上，最後一次我哋會 hold 多2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再慢慢落返嚟，感受下個身體，然之後慢慢擰向你嘅右邊，側身瞓喺度。雙腳可以彎曲大概45度，腳趾對腳趾，膝頭哥對齊。上面隻手呢可以放喺盤骨嗰度，保持唔會左右搖擺嘅。呼氣打開上面隻腳，吸氣落返嚟，呼氣上，吸氣落。呢個動作主要呢係要活化臀中肌，係有效穩定呢盤骨外側嘅嗰組肌肉嘅。咁對於改善行路唔穩啊、恥骨痛或者盤骨左右唔平衡呢，係好有幫助嘅。
我哋慢慢做，呼氣打開上面隻腳，吸氣落返嚟，呼氣打開，吸氣落，呼氣，吸氣。然之後我哋轉邊，側身瞓去我哋嘅左邊，左手咧可以擺喺頭嘅下面，承托住個頭部，同頭先做右邊一樣，呼氣上面嗰隻腳打開，吸氣落返嚟，呼氣打開，吸氣落，呼氣打開，吸氣落。我哋可以慢慢做，大概每邊做20次，感受下每一次打開右腳或者上面隻腳嘅時候咧，上面隻腳嘅臀部位置肌肉咧係有收緊嘅。慢慢做，呼氣打開，吸氣落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再呼氣，再吸氣。然後我哋慢慢放鬆，推返自己上嚟，做返張台，膊頭對下係手腕，盤骨對落係膝頭哥。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壓腰。呼氣，眼睛向肚臍望，拱腰。再吸氣，再呼氣。呢一個動作咧，可以鬆開下腰嘅壓力，改善脊椎活動度，同埋減少人鰭僵硬嘅。慢慢做，配合呼吸，然之後返嚟中間，抬起右手喺耳仔邊，保持，再轉手，左手上，吸氣落返嚟，呼氣右手上 hold 住，再落返嚟到左手。呢一個動作咧係可以穩定深層嘅核心肌肉嘅，同時活化上背嘅肌肉。對於長期抱小朋友啊或者寒背嘅媽媽咧係特別有幫助。我哋唔抬腳嘅原因咧係因為如果有恥骨痛嘅情況咧，我哋再單腳用力嘅話咧係會令到個恥骨痛情況更加嚴重嘅。左右兩邊慢慢做。穩定先係重點，同時感受下身體邊一個肌肉係有運用到嘅。然之後返嚟中間，手可以向前行2步，腳撐直，慢慢推起臀部。我哋進入下九式 Downward Facing Dog。我哋可以先屈曲我哋嘅右腳，伸直左腳，然之後屈曲我哋嘅右腳，伸直左腳。左右咁樣踏下步，可以幫助拉伸我哋嘅大腿後側，然之後停留喺度，伸展我哋嘅 hamstring 小腿同埋上背，同時幫助血液循環。如果覺得太重咧，可以隨時落返嚟做個 child's pose 嘅。之後慢慢落返嚟，我哋盤腿坐。膊頭可以慢慢向後轉3次，釋放肩頸嘅壓力。然之後我哋再次合上眼睛，一隻手放喺心口，一隻手放喺肚，回歸自然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感受胸口微微打開，呼氣嘅時候感受下腹好穩定嘅。今日嘅練習係為咗支持自己喺孕期身體每日嘅改變，有時會攰，有時會唔舒服，但係你唔需要同身體對抗，你可以選擇好溫柔咁陪住呢個每日改變嘅身體。而家將專注力放喺肚入邊，想像你嘅呼吸好似一道溫暖嘅光，隨住吸氣送呢道光入去。隨住呼氣，呢道光慢慢包圍住 BB。你嘅身體知道點樣承托生命，你嘅身體本身就有智慧。今日呢一刻，你係穩定嘅，你係安全嘅，你係被支持嘅。然後再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氣。
準備好嘅，我哋可以慢慢張開我哋嘅眼睛，雙手放鬆擺喺膝頭哥上面，掌心向下。多謝晒你哋今日同我一齊嘅練習。Namaste，我哋下次再見。